總結啦，長話短説，喺咁複雜嘅社會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時間自己，俾多啲俾自己翻少少愛，俾翻啲 effort 自己。有好多時候，每一日我哋生活嘅環境太亂，我哋根本冇時間愛自己。咁我係咁鬼多個 artist， 我係其中一個 artist， 啲 artist 就嚟去。咁我今日有呢個機會可以企喺你哋面前，我希望我人生可以有一次可以 share 到我喺最辛苦嘅時候，我係點樣 recover， 就係俾自己時間，就係俾自己休息嘅時間。放過有好多時候要放過自己啊！呢個係我想趁我仲喺度嘅時候，我想話俾我觀眾聽 ，thank you。